故事呢個詞唔使解釋，大家都知道，都聽過。今晚最重要嘅意義係相聚，係感謝，帶住每一位好朋友嘅故事嚟相聚，然後感謝你哋喺不同階段出現、同行、支持，歡迎嚟自不同城市嘅各位好朋友齊聚今晚 Golden Love 12週年慶答謝晚宴。Golden Love's most influential work was filmed right here in this hotel, making this place very special to us. 我哋其實係一個喺唔係好有條件嘅狀態入邊，一步一步做起身，好簡單嘅一間公司。唔係我哋自己有得唔得咁簡單，而係你哋願意伸出你哋一次次嘅讚美、認可、支持、介紹，令我哋廣州嘅呢個根一直可以喺度共享呢個 moment。有一个人跟我说，我觉得你这么有才华的人不拍照太可惜了，就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才一直坚持到今天，然后我也有了这么多的小伙伴跟我一起拍这么漂亮的作品。谢谢你 S。 希望通過我哋成個團隊嘅努力，可以令到各位嘅業務一齊共同成長，蒸蒸日上。总的来说，我人生最高光的时刻，我拿过最有含金量的獎項，都是 S 實現的。Golden Love 嘅作品佢一直咁穩定咁輸出，之後可以行到今日咁嘅地位，呢個狀態，我覺得真係值得我哋所有同學學習。我們那一年沖繩的海邊，那懸崖就在那邊，他們就在那裡飛，所以你們所有的作品，我覺得都是用命拼回來的。只有一個唔驚人哋點講，但係追求極致嘅團隊，先至係可以出到好作品嘅團隊。有對作品的一個追求，也有對我們自己的一個要求，才能到現在。而家回想起身，成個團隊嘅凝聚力係非常之強嘅，所有嘅呢啲過程係更加嘅珍貴。用12年的時間證明了堅持與創新的力量。我哋依然會不斷面對新嘅挑戰，但係我相信常青嘅依然會常青。首先，我哋2025年正式喺杭州、東京、巴黎、香港開分公司，真正想做嘅 Golden Love 係世界排名前10嘅影像機構。12年 Golden Love 一步一步向前向上行，衍生出不同嘅品牌，都有好多不同嘅行業成績。但無論呢條路行得幾遠幾闊，呢個時代點樣變化， Golden Love 依然
都係嗰一份嘅初衷，捉緊生命濃度，坦白流露感情和態度，留下浮光，掠影飛舞。